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咱赶紧来关心几项上要紧的新闻事件。早起8点，日内瓦风台加强咗中度，下晡海上警报发布的时间会拖慢。另外，昨半暝1点，北投发生规模3.2的地震。顶日啊，中国抵制台湾自由行来佚佗。即卖有消息讲，国家电影局嘛要动电影界人士参加金马影展。菲律宾天狗热到单已经622个人丧失性命。政府当局昨宣布讲，认定天狗热是全国性的流行病。早起8点，日内瓦已经加强出中度的风台。自本下晡2点半要发布海上的警报，因为即马速度放慢，偏对东边海上警报发布的时间会延后。中央气象局嘛估计讲，日内瓦真有可能会行探过北部的海面。明暗到拜五贵日，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听到会变大水雨。观众朋友，咱一定要提高警觉。北台湾早起天气真好，有时阵会有落大雨。今年地高风台日内瓦早起8点已经增强变做中度风台，目前中心位置伫台北东南边，较无1000公里的海面，继续向台湾东北部海面行。我们预测呢，未来它会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朝着台湾东北部的海面来前进。所以这样的速度跟方向来推估的话，气象局预计呢，会在今天下午发布利奇马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局表示，利奇马未来路线会为台湾东北部海面通过。高层进一步宽范围是北部甲东半部，拜三暗时可能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按是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各地拢出现强风大雨。气象专家提醒，风台影响上强时间是礼拜四半暝甲拜五规工，尤其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地区可能出现落雨。看它的中心的位置在台湾的北部有多少？如果你现在来看的话，它预计呢，如果是100到150的话，可能会大概就宜兰以北。如果近一点点100公里以内的话，那当然就是东北部。气象表示，拜六日4点后，风台渐渐远离，暗过迎方面的中南部也是有局部大雨，也就是雨发生。若是风台瓦群影响，西地的台东甲火烧岛的客轮，嘛赶紧加开6个航次载人客。因为这是10点过后全面停航。另外，台东到屏东后壁湖甲红头树的船班，拜三开始嘛停航3天，提醒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昨半暝1点迄旁，有北部的观众朋友有去地角就讲，咱像准一下，迄毋是咱伫咧咸面哦，有影伫咧台北市的北投有规模3.2的地震发生，重点的深度敢若5公里尔，所在是伫咧北投大屯山即处火山的范围遮。大屯火山的火山活动，另外一个就是靠近这个活动地区的三角断层。那目前我们判断，这个地震所发生的原因呢，跟这两者都有一些许的关系，但主要应该还是火山活动所造成。所以我们判断它应该是热液灌入这个周边比较冷却的岩体所造成的张裂现象。昨暗的地震准度上大是阳明山的3级，过来是新北市5股的2级。个另外，早起9点38分，花莲近海嘛发生规模3.3的地震，深度是5公里，准度上大是花莲这带的4级。中国顶日啊宣布要停止因的国民来台湾自由行佚佗。即马又有消息传出来讲，中国国家的电影局嘛要动因电影产业的人员，袂用得来参加今年的金马影展。行政院的发言人郭老师是讲，唔通用政治来打压艺术的发展。南安排人来出席金马奖，讲起来是中国方面家己损失啦。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着重感言，才会挑起两岸政治敏感的神经。迄当阵，身为金马奖评委会主席的中国影后龚丽，资本按算含伫按做伙颁奖，煞雄雄改变无上台。第55届金马影展，互两岸政治风暴去影响到，即马电话传出抵制动作。根据微博顶端上新的消息指出，中国国家电影局要暂停中国影片含人员参加今年第56届金马影展。有任何来自中国的导演、艺人、演员。因为任何政治性的原因不愿意来台湾参加，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损失。台湾不会干预任何艺人他的政治上的立场，
因为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金马执委会发声明告回应，若是有影当然真危险。目前金马奖已经进入评审阶段，各项金马活动嘛拢会照常举办。若是被邀请参加金马影展的中国影片，是毋是有提出的问题？是强调金马奖的参赛影片已经进入评审阶段。第一位名单公布的记者会进前无方便回应。捌做过第54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的导演吴念真表示。金马奖受中国抵制，伫咧物料当中并无意外。在一种政治气氛下，他一定会有这些反应嘛。那最主要是这些创作者，他们当然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啊，等等，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啊。部分电影界人士表示，对中国电影无法度参与金马奖，感觉真遗憾。但是强调讲，台湾是民主开放的多元社会，金马奖大门将来毋捌关过，希望赶紧互政治甲电影脱钩，互艺术回归艺术。记者综合报道。共款反对中国，香港反送中的抗议继续咧滚价。昨有几千名的民众透明去包围深水埗的警察署，因为警方竟然将一个大学生抓起来，讲伊去买迄个会射出光线的电光笔，就是咧穿攻击性的武器。警察单位昨嘛证实讲，这2日来抗议到目前已经有掠148人起来要办。初一半暝，真侪警察雄雄手提棍仔甲兵牌，伫深水埗清场，佮行向港街方向。无偌久就抓到一个人，这个男子虽说明，伊是香港沙田区议员吴夏礼。因为民众不满，警方前日暗时以有藏武器做理由，逮捕一个被雷射笔的香港浸会大学学生。赵姓人前日暗时包围深水埗警署抗议，警方除了袂互记者采访，更用强光照民众，强要发生冲突。The na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has been changed from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 a brazen criminal act. So the na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has been changed. For these rioters, they go on streets and make damage to the properties and also put weapons and hide some explosive. This has largely impeded the livelihood of our Hong Kong residents. 星期六早，警方出动铁甲车将民众赶走。警方证实，这个冲突拢总抓到148人，上少年的到13岁，拢总发射800个催泪弹。暗过政府无做出回应之前，民众的抗议行动也是未停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明仔载就是88水灾10周年的纪念日。对小林村真侪乡亲来讲，迄也是一个心酸的父亲节。踮伫咧迄边的丰台，失去3个囡仔的陈真莹因翁仔某，一直下心情梦要阁生。加早有现代医学的科技来援助，因一对双生仔即马已经要3岁了。自本小林村庄仔来遮的好厝边，因为看到有囡仔来出世，对未来嘛增加一寡新的希望。真欢喜来设计2个单家人顶头西，嘛是小南村村民共同欢喜的代志。在外村民做伙来台中，互2个小兄弟祝福。10年前的88风灾，小南村村民陈真莹翁仔某失去3个囡仔。2年外进前，伊得到大肠癌，等待接受化疗。因某43岁啊，也是想要甲囡仔生倒转来。经过5届取卵子，总算成功，顺利生一对双生仔，即马已经2岁10个月啊。你也讲好，没有孩子的拢习惯啊，就袂啊嘛，袂想要搁甲生回来嘛。啊，咱本来就有迄2、3个囝，啊是讲要搁生回来。这样年岁有啊。啊，过来吼，过来，一届生2个啦。做回来分享喜事的小南村村民表示，在后10年，村内人口外移，跟那村老大人，这几档5个里总共增加10个囡仔，嘛，互村内底加一寡外力，继续拼落去。那更坚强，我们不怕你，你把我们夺走的，我们会一一的、慢慢的再长回来。妇产科医师李木生指出，陈太太当年的难题主要是卵子老化，患老公会生出基因无正常的囡仔，好加在现代生殖医学进步，互因翁仔某会当完成愿望。怀孕率呢，大概只有足到5% 到6% 左右。那要面临这一对夫妇能够再生的话呢，势必要有一套的新的方法。目前，陈太太是专心伫厝带囡仔，陈先生是继续做田来维生。10年进前，高雄驾驶小南村去互灭川，原本的所在已经去互土石砍掉咧。活落来的人透过时间来疗伤，嘛真拍拼来发展新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10当前的水灾就是莫洛丰台来起因。丰台算当过台湾各地头是甚物款凄惨的光景？
纪录片的导演谢碧林在生的时，伊有翕一批影像留落来。这个礼拜日进前，伫咧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的现场，有史以来头一遍发表。实在讲，这也真值得专工去看讲，对徛起的台湾这块土地的环境，咱就要带什么款的责任较有影。新泰大桥断桥后，3米洪熙写下的求援讯息，相信很多人依然记忆犹新。为高空起来的画面记录着莫拉克风灾了后，高雄、屏东山区的状况。这是已经过往的纪录片导演齐柏林在生所翕的相片。在风灾将要满10周年进前，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到高雄的科工馆来报应着伊的遗作，看见莫拉克，这嘛是中济了后第一届出现。88风灾之后，齐柏林导演的空拍的一些珍贵的镜头，是受到88风灾冲击的镜头。那这个呢也是第一次呢做成了8K 的影像，然后各位可以看到当时呢这个风灾之后非常这个受创非常严重的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除了齐柏林的遗作，还有全台第一出的8K 纪录片《水起台湾》，透过影像要让大家看到气候的变迁所造成的破坏。有点伤心，怎么说？就是看到自己的部落被冲走。爱护环境、爱护这个地球呢，是你我们大家要共同参与的事情。所以今后的一系列安排呢，都会绕着气候变迁、节能减碳这个议题相关。齐柏林的作品以高画质的技术来播出，让真侪看过的人拢讲真有感觉。科工馆表示，电影会为7号播放到11号，唔免另外来买票。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观赏。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综合报道。大学考试日报的分发今日公布录取的结果，总录取率是81.29%，这是大学开办多元入学以来录取率第2低一档。不过各学校还有287个名额无人去登记，顶0.83%，这个比例也是5档来上届低的一年。明年每段考生甲毋是应届考生增加，考分核定甲精选回流名额减少。108学年度大考登记分发录取率81.29%，是民国91年大学多元入学开办以来第2低，造成生多粥少啊，就是那个登记人数很多那个名额比较少去年录取生录取顺序平均27，今年爱30。上届录取分数伫潮港科技管理学院时尚美容艺术系，采集国英数语3科67分，欠额的部分有287，欠额率0.83%，拢是5年来上低。其中潮港欠额233，欠额率45.16%，是欠额的学校内底上悬的。大部分都是音乐学系比较多那道江是因为他之前都是单招，那今年回归联招所以缺额会比较多一点大概287里面还有233那个大概占80%虽然今年录取率较低，分发会主委成大校长苏慧珍认为，国校办理个人申请的比例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刷落来2年应该稳定，袂有搁较侪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中正文化中心遮有一个员工陈小姐，早起互工会代表做伴，带去到台北市政府抗议。原因就是陈小姐讲伊2月日进前提出要摆特休假，结果主管一直到施教日到，才开始咧甲为难。落尾佫讲伊请假的天数无完成，煞要甲伊记旷日佫减薪水。台北市劳动局嘛有回答讲，安排特别休假这站劳工是有主导权，雇主若无正当的理由，就唔准假。依法适当裁罚2万到100万。也着飘起工会代表陪伴离国家2厅院工作的陈娇如来抗议，兼工会理事会议23月底提出特别休假的申请，一度佮配合主管休假调整日期，结果1个月回来，主管无意见，煞26月休假进前互密集约谈。休假了后，主管更加讲伊无完成请假点数，记旷日嘛扣薪水。真的压力很大，所以我也很害怕，所以才会站在这边，很气愤，所以非常气愤。工会干部不满2厅院的管理方式无对着时代进步，嘛认为欠缺劳动法令的意识。人前手牵手，人后背后下毒手，表面上和你善意协商，
私底下小动作不断。抗议团体向台北市劳动局交检举函，嘛指出新修订的劳基法第38条第2项指出特别休假期日是由劳工排定。劳动局官员嘛表示，安尼无唔对。劳工有绝对的主导权啊，那除非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因素，可以跟劳资双可以去协商调整。两厅院从来没有打压工会干部，他的工作其实有他的特殊性。我们是需要在休特殊假之前，我们需要协商，但很遗憾，同仁不太愿意完成这个工作。两厅院2104年捌违反劳基法4项规定，互裁罚。那这届事件是事实，会罚款2万到100万。面对劳工指控，两厅院强调会继续来协商。记者林俊文、吴亚宝台北报道。来讲中国厦门有一个27岁少年家，身躯派3粒游泳裤啊，自昨暗半暝12点开始按海边落水，头尾收7点钟来到金门的历史。结果一个上岸，就互咱国海巡署华巡队的人员撞到。这个中国籍的少年家身躯有炸一包咸姜啊，伊讲这项都袂歹，是会当这腰杆膏。经过警方现场审问了后，也已经将伊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了。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08年8月6号，时间东655，地点位于龟山火车18案记，发现一名大陆籍偷渡人员。一名27岁中国男子用3个游泳裤啊，透明游泳为厦门游到金门历史，身躯顶干那杂泡面、一大包咸姜啊，也佮有人民票10外块。这名男子伫咧透早7点左右上岸，华巡队员早就埋伏伫咧等候，换查了后，确认是非法入境的中国男子。从哪里游过来的？厦门。厦门吗？对，厦门。他是几点游的？晚上12点。华巡队指出，这名男子讲伊是为山东坐火车到厦门，买3个游泳裤啊，一个套咧身躯，2个绑咧身躯，增加浮力，一路游泳游到金门历史。较奇怪的是，这名男子身躯顶扎一大包咸姜啊，伊讲半暝游泳，咸姜会使冻寒止腰。目前我们初步了解的状况啊，他是在大陆地区可能受到迫害哦，这是他个人的想法。那希望能够摆脱政府的监控啊，然后投渡到我们国家来。这名中国男子一下讲是受到政府迫害，一下讲是想要来台湾旅游。专案伫咧进行了后，依照入出国甲移民法、国安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华八卦山，这一座起无几年的天空步道，连续煞3礼拜，拢举办幸福觸橋點燈的活動。原來引動真濟遊客來這行搭，不過天空步道的橋頂，若一擺徛較濟人，就會喊較真大個。毛民眾咧煩惱講，但這座橋至站力唔知敢有夠。中華縣政府表示講，規座天空步道攏是採用鋼索的結構，安全無顧慮啦。中華八卦山的天空步道，為7月底開始，伫咧夜間點燈，伫咧第4到第5出口的跨橋，更加是比紫色的小燈，裝製成浪漫的鵲橋。不少民眾來這停咧翕相拍卡，不過未少人發現，可能是跨橋頂懸的遊客傷濟，結果搖了較大個，質疑跨橋的升檔是不是不足，煩惱會危險。哦，我有聽我朋友講說會搖啊，會不會說在那個前面那人太多。就會搖來搖去，很可怕。它不是每一段都有限制，說這一段可容納多少人嗎？啊，辦活動那麼多人一起湧上來，就會啊，像我們在走的時候，稍微有一點，這個我們都知道。透早來運動的民眾表示，平常時咧行的時陣，就小可會搖，不過因為市公所辦的夜間點燈的活動，上橋人數變真濟，結果搖了變大個。中華縣社關處解說，步道是專更高，原本就單線，可能是人坐時陣單線的位移大，會看了確認無結構安全的問題。那這個跨橋因為比較高，那跨度大概有30公尺。那因為這個是鋼構的有點柔性的構造，會有一點輕微搖晃是正常的。那這一段我們算起來大概。照着那個載重300公斤來算，可以大概300多人。那我們為了讓遊客比較舒適，我們把這邊限定為100人。中華縣府表示，天空步道該跨橋段差不多有30公尺，兩邊攏設有人數限制告示牌，目前限制100人，還未到安全之上限的1/3。因為活動期間參觀的遊客變多，已經要求市公所在咧夜間要派人疏導，而且控管人數，解除民眾的疑慮。記者中華綜合報道。
来讲，桃园中壢青埔遮有一搭工地，顶日一只阿蒙头的碰破车咧灌浆的时阵，雄雄发生意外，车顶规支入阿蒙头的管断去落落来，击到一个工人，不幸伫咧昨宣告不治。桃园市政府劳动检查处嘛即时下令业者停工接受检查。现场的工人一直大声喊讲，赶紧叫救护车。有了，叫了啦！救护车打到位，受伤的查甫人就随行扛起哩坦克送病院来急救。第一次看到会震掉的。对啊，我也是给他吓一跳啊。阿蒙头碰扑车搁停伫咧事故发生的现场，桃园市中壢青埔地区一个工地，初五尾仔发生公安意外。一台阿蒙头碰扑车进行灌浆作业的时阵，吊手的细盘煞来断去，阿蒙头管落落来，下骹一个24岁姓余的工人，去互牵做重伤，初六早起宣告无救倒转来。追究责任的部分，我们将会调查以后，那依照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一些规定，那移送这个地检署来侦办，或者予以行政处分。市政府劳检处接到这件公安意外通报，除了派人去工地调查，嘛已经令业者阿蒙头押送作业停工受检查。若是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造成劳工来死亡，会当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有欠点的部分，嘛会当罚3万到3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新竹县政府的警察局因咧追查一个姓平的查甫人，谣疑讲伊伫山内咧卖毒品，结果所发觉讲，伊伫厝后的山坪粪扫乌白阵，蹲甲1、2架档的看，对环境是真伤害。落尾即个姓平的当事人，毋但当场警方查到毒品甲枪支，另外嘛搁以废弃物清理法这条罪，将伊送法办。画面中会当看到姓平查甫人伫咧处理后山差不多2家的土地，对面见到废弃物、砖啊角、电线、粪扫，对天顶看落去，袂输一座小型的粪扫山共款。警方含新竹县环保局分头搜证，将证据做伙收集起来，查扣侦办。经行线锁定彭姓主嫌在本辖贩卖毒品及从事废弃物清理，以每台6至8吨货车收取新台币4到5千元不等之金额。任意载运垃圾、废弃物至山区随意倾倒弃置。嫌犯证讲，本所倒伫咧家己的土地并无违法，但是环保局表示，姓平查甫人除了无废弃物处理执照之外，乌白伫家己的土地对废弃物共款会触犯到相关的法规。我会先要求地主针对现地的一些废弃物做一个妥善的一个清除处理。好，那当然在这边也是要呼吁我们乡亲对自己有的一个空地或者一些山谷等等就需要做好管理的责任也不要轻易的让有心人士来做利用，来堆置或弃置废弃物。最近新竹县辖区内定定发现被非法等一寡不明的废弃物，严重影响自然生态。根据统计，1月到7月总共查获14件，时段以半暝含载气上济。环保局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货车装载废弃物入去偏僻的山区，都要随通报，防止被偷倒废弃物污染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屏东的小琉球，这已经成立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了。这角有5大海埔，拢有列入景观区的范围。不过，许多人客坐，拢静静伫咧管制区内面，安尼对大自然的生态敢袂伤害？屏东县政府表示讲，会赶紧召开会议，讨论出管制的方案。潮间带徛甲拢是人，同少有500个。小琉球生态旅游出名，但5个潮间带其实伫2015年就划做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应该爱设入口的管制，由专业人员带入去。这种画面等于代表景观区设计的，游客甲在地民众看了真烦恼。有些人是因为刚好民宿它有带潮间带是免费的就因为免费的所以就去然后去了之后又不受控，你的量永远一直在增加，你做什么其实都没有很大的意义在，因为它的踩踏的一个影响还是这么大。过去小琉球已经将3号潮间带甲鱼丁尾潮间带做管制区，每天同侪会使入去300个人，但民间对高龙船人数估计，游客早就破100万，管制区嘛常常失去功能。地方有保育意识的人希望赶紧收回甲总量管制，但嘛有反对的声音。有公所那边去聘请人在做2个点的管制嘛，不过事实上管制的这个效量
感觉不是很 OK 啦。其他点的部分，我们是麻烦地方的协会下去先做暂时的一些维护。县府原本希望新建家大仔病的潮间带做保育区，规定规年拢袂使入去，一定这礼拜佮召开会议，交通地民众讨论会使的方案。记者王家川、郭建准频道报道。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因34个不分区的名额有要列甲满。另外，正人咧关心总统大选即将嘛有媒体报道讲，8月初1，郭文哲甲郭台铭已经有会面。郭台铭迄日人有讲，若民调有赢韩国瑜5%，伊才会考虑敢有要撩落去选。人问起即站，郭文哲市长说也无印有，也无印无，干那讲印一句讲，这3分真7分假啦。台北市长郭文哲创立台湾民众党备战2020大选。有周刊报道指出，郭台铭和郭文哲已经伫8月初1见面。郭文哲阁提出民调数字，证明两个人合作有赢面。郭台铭表示，爱赢韩国瑜5%以上才会下最后决定。典型的3分真7分假，只是他只会把那个空白的部分都补了这样，我想就够厉害。5%的有没有见面嘛？不要告诉你。但是我觉得里面写的内容实在是。这个是在写科幻，他也可以改良去写那个叫政治科幻小说。有其他问题啊？郭台铭他如果民调赢韩国瑜5%的话，就有机会出来选举。你要去问郭台铭啊。对方声郭和郭会面，郭文哲无承认嘛无否认，口气真暧昧。报道当中阁指出，郭文哲建议不分区立委的名单，郭和郭两个人虽然提出一半，但是郭文哲讲家己完全无想到这件代志。不过会当肯定的是，民众党会提满34席不分区立委的名单。若是区域立委是爱找会当赢的，或者是有能力影响选举结果的人选。上一次那个时代力量在提名不分区提名的战略错误嘛，那提名6名嘛。黄国昌在不干，他们等篮就解散的。你是觉得他们大将都跑光了？不是啊，他要满3个才可以组党团嘛。我们要不分区就要很清楚，这些人就是要执行柯文哲的意志力，在立法院。报告2020立委选举，郭文哲典型野心，这是民众党温存党员会当有相中党籍，和馆长批评会惹来加抓鸟鼠仔。郭文哲讲，只是想要超越拿捏，无参像拿捏两党的文化，唔是朋友就是敌人。相中党这个规定，也搁加凸显两党唔那是北长的目光搁浅。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制宪基金会早起公布上届新的民调，蔡英文总统现时无论是甲韩国瑜高对峙，也是讲另外加入第三势力三卡都，民调看起来拢有领先。另外，调查讲总成立的台湾民众党现时有15.5%的民众支持，时代力量看起来这份民调只剩4%，若要分配不分区的立委，看起来就真忍咯。台湾制宪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若是总统大选伫咧压力对决之下，想要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得到51%的支持度，高雄市长韩国瑜31.2%。若是以看好度来讲，蔡英文得到39.2%，韩国瑜27.9%，陈鸿海董事长郭台铭12.5%，郭文哲是12.4%。什么样的组合对蔡英文杀伤力最高？就是那个组合。除了韩国瑜跟蔡英文以外的第3个组合，它的进退分合，北京有终局的影响力。若是郭文哲领军的台湾民众党民调显示，摕到15.5%的政党票，时代力量敢若剩4.7%，徘徊伫不分区分配互定的边缘，有值得关注。另外，立赢总统大选整合，外界认为立赢上强的组合是蔡赖配。一直表态挺蔡赖配的民进党大脑郭宽敏认为，若要和赖清德做副手，就爱和赖清德有空间发挥。所以你若叫要个蔡赖配，你就有一个代志吼，赖清德感觉就讲，伊做这个副总统有迄个意义。1+1 is more than 2，这是真大的说服力啦。传出民进党主席窦英台伫赖清德回国了后，捌去台南和伊见面沟通，就连蔡英文嘛有亲自打电话给赖清德，但是赖清德直直拢无答应出任不分区。郭宽敏强调，大部分的台湾人拢希望蔡赖配，家己嘛继续协助促成，希望上好的组合拍赢选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已经来到新历8月咯，现主是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开了无啥够，无像逐永年安尼遮大片。花莲县政府是表示讲，因为今年的雨水较少，
按算就要到8月底过，花咧开才会大着时。来到花莲富里的石山，花莲县府一个月金针花季已经开始，不过来到山区，感觉是金针花说是开了真少，和外地来游客感觉有淡薄失望。看的感觉怎么样？很棒，只可惜花还没开。对，大概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很漂亮，但是花还没很多啊。哦，因为刚开始。对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金针花要开花，甲雨量有真大关系。按过今年花莲富里69山的雨量真少，花开了较少。有你赤口山则是够有落雨，金针花阁开了袂歹。因为雨水不够，那它这个开花的时间会延后。现在目前赤科山，大概也有开到2成多了哈。那60担山是还少一点。不过今年花季已经开始，花开了较少，不过山顶风景也是真水，互你享农花会甲其他在地产业留定行销，配合旅游补助，吸引观光客来佚佗。今年我们要推我们的60担山的茶，这个茶也是我们台湾参加台湾的比赛第3名的这个茶。9月1号，我们政府也有一些的对旅游休闲的一些的补助哦，而且是加码的。花莲县府讲，引用金针花，拢要等8月中过后才会拢开，目前才算是较慢开花，实际状况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埔里这一个社区，请咧举办做色人一日体验的活动，互咱来这学种咖啡笋，佮看讲用饲鱼来食残忍的福寿梨，通好解决咖啡笋有机种植，袂用伫厝药啊要掠福寿梨的困难。因为安尼生吼，这嘛顺续去请到第2级保护的井水鱼台湾白鱼，伫即大家培养了是愈来愈大群。哇，你好棒哦！嘿，就是可以帮助很多白鱼有个新家，然后而且那个踩脚白笋也很好玩。大家就真种咖啡笋，尤其是真欢喜。埔里镇一向有咖啡笋王国的称呼，当地一心社区采用了鱼甲咖啡笋共生的栽培模式，互特别纯正的台湾白鱼是重新生活在清澈水池当中。那我们在农场里面也推动了鱼礁共生，就是在保护白鱼，就是透过友善的耕种、有机的耕种。鱼甲咖啡笋共生是一种水田来种饲共生的模式，是伫种到咖啡笋的田内底来放着这鱼啊，照着这水田长期渡水的特性，顺势采用了水产养殖的概念。台湾白鱼是2级保护鱼类，一心社区已经成为了台湾白鱼保育基地，嘛成功推广了无毒的有机产业。这个其实就是推广的就是无毒的一个有机产业，让吃的人能够健康，玩的人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达到一个教育。埔里镇有好山好水，这几年真侪少年人是等去故乡担任着社区的干部，推动了深度产业体验活动，互游客到一寡社区了解埔里在地农村的特色产业，嘛使透过这活动增加的收入，会使有更较侪资源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少年人肯倒转来社区打拼，实在值得鼓励。金门金茂镇成功村家原来加一间少年家咧卖蚵底的店仔头。这个头家讲，蚵底伊自细汉食到大汉，细汉咧食，即马咧煮，用这样口味，要介绍更较侪人知影讲，这是金门传统的好食物。原本冷冷清清的成功村，最近新开一间店仔，开始闹热起来。头家陈宏轩是一位当金门创业的少年仔，甲厝对面原本荒废的老厝小可整理了后，开始卖蚵底。伊原本读餐饮科，捌伫台中的饭店食头路。嘛捌做过木工，但是因为薪水伤少，根本欠无钱。甲厝内底人讨论了后，决定转来金门做生意。对阿金嫂学做师仔，开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学到撇步。即摆伊做的蚵底真受欢迎，很好吃，小孩也爱。讲到金门传统的点心蚵底，陈宏轩讲伊细汉的时阵无啥介意食，因为内底拢包菜。一直到大汉来台湾了后，颠倒开始怀念这个好滋味。料真多，真材实料的啦。新鲜，绝对新鲜的啊！你个看现做，绝对新鲜的。这在对啦。食材都很新鲜啦，然后都是现炸现吃嘛。
开店无偌久，生意袂歹，即摆连爸母甲小弟拢来斗3工卖蚵底，都是希望更加侪人会当食到金门传统的古早味。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点心档，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7，台湾人拢拜七娘妈。事实拜七娘妈是要拜互囡仔头壳顶，熬读书，熬大汉。啊，拜七娘妈爱传承，每一项这个贡品拢有真特殊的用意。刷来，咱要用镜头带观众朋友来看婚礼的水拿，大家安怎样咧传拜七娘妈？红旗旗的贡品摆甲桌顶满满是，原来这拢是要摕来拜拜的物件。旧历的7月初7，毋但是七夕情人节，嘛是咱台湾的七娘妈生。真侪所在还阁保存拜七娘妈的风俗。因会传花、油饭、土豆、三星等等的物件来拜七娘妈，祈求七娘妈保庇众生平安顺遂。家家户户就会准备那个拜七娘妈跟床母的东西。那我们是一般拜拜的话，就是为基本的那个油饭、芋头、面线。那其他就是看各家就是怎么准备。那这些东西有些会更讲究，会准备那个三牲生礼。毋过因为身份无同，所以传的贡品嘛有争差。像讲厝里若是有要买16岁的囡仔，7月时啊拜七娘妈的时，就爱甲床母请出来同齐拜，拜托床母保庇囡仔熬大汉。七娘妈较大嘛，啊另外讲甲七娘妈讲者啊，囡仔嘛顺续讲请迄个床母来同齐来拜来响应，所以会多准备一碗，或是就是准备一份给七娘妈的东西。啊，若查某人拜七娘妈，就会遵守传统。准备胭脂水粉、水沙和花，互七娘妈通用这寡物件装好水当当。选了那个比较喜气的那个颜色的那个纸张，自己剪出那个衣服的形状，然后会剪出7套。那7套就是烧给七娘妈，就是给她打扮漂漂亮亮的。传统风俗其实有真侪美感和故事藏伫内面。民众拜拜的时，除了求神佛保庇以外，嘛会当加了解其中的意义，互信仰文化会当继续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国政今仔日要招你来听一条歌。这条歌《舞珠鸟》，原主唱是吴美凤，江辉嘛有唱，电脑顶头拢听有，足好听的歌谣。甚至讲歌戏嘛，甲捡去用。啊，这条歌正就是7月初7这日所创作的。咱来看头一拍的歌词，我才来讲这个过程。歌词讲杨柳溪边，夜半月娘水，夜莺四散，天口乱乱飞。抱囝护高，伤心目屎堆，甘愿牺牲，看破来离开。这条歌的作词家陈达如先生。伫咧1946年，就是现主是73年前的时阵，甲因某陈达如台北人，甲因某台南人，倒转去到台南，去到咱台南的开良宫遮，拄啊7月初7，大家咧拜七娘妈，台南人一个咧讲做16岁，一寡囡仔因为16岁到啊，就爱来答谢招母，答谢神明保庇伊到大汉，软七娘妈亭下底，啊边啊大家就爱个画讲吼。出招母经哦，出招母经哦，就是讲即马你大汉咯，毋免搁互招母安尼甲你看顾，已经做16岁咯。陈达如问因某，讲我都毋捌看即个例咧，因某才甲解说互听。陈达如听到出招母经即句话，心内煞产生灵感，灵感对倒来，咱来看第2拍的歌词。歌词讲杨柳落叶，对落溪水流，青春希望，幸福变水泡。看囝面容，惨切开声吼，牺牲自己，望囝会出头。咱会听到出招母经，陈达如会产生出这种的剧情。煞毋知影讲人咧画出招母经，因2个翁仔某骹步一直行，行过开良宫，行去到台南公园。陈达如却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少年家，手抱一个孩儿，目屎流目屎滴，但遐伫咧淋泪啼。甲伊的对方迄个男性要分开，要相识，到底2个是恋人、爱人，还是讲翁仔某？陈达如心内嘛毋知，毋过伊心内开始伫咧幻想，开始咧描写即种的剧情，所以一拍一拍的歌词安尼写出来。来到第3拍，歌词真清楚表明讲：杨柳月下，招母离招囝，无情风吹，
分别东西行，梦囝抱去会得人疼，长大成人才来找阿娘。是啦，陈达如看到台南公园边这对分离的男女，伊来幻想讲，这个老母有在条生，无在条情，只好将这个小囝抱予伊的爱人，要交代讲，梦囝抱去会得人疼，长大成人才来找阿娘。国情会知影这个典故，我就爱感谢。原来是名作词作曲家的陈和平老师，伊写的观音灵感歌、写的迷彩字啊，拢轰动到这当阵。这个过程就是对伊所写迄本《台湾歌谣》的故事内底所看出来。73年前的7月初7，陈达如写这条《母子鸟》。啊，其实这天吼，原来是祝生年娘、圣诞千秋，真侪做人爸母的，拢会用红线装铜钱，讲或者灌歌，互囡仔挂伫咧颔棍，等待讲到16岁。才献一座七娘马亭，搭谢神因，将这个杆烫落来。早起，云林北港朝天宫就举办烫杆加冠的典礼，在地有300几学生拢来参加。用红线将古钱穿过，挂咧每一位学生的红棍上。过去早期因为医疗无发达，真侪爸母拢会到庙宇用安尼方式求平安，等待今年满16岁平安大汉，会献上一座七娘马亭感谢神明。佮将挂咧红棍上的针脱落来，代表正式当大人。好像觉得自己的责任更大了，好像要未来要靠自己，不能就是依靠别人的帮助。因为把那个平安符拿起来，代表成年了。旧日7月7号是祝生娘娘的圣诞，本港文教基金会伫北港朝天宫举办7夕新年礼加冠仪式。主席带领340名年满16岁囡仔，向七娘妈来祭拜。学生披上彩带，挂上铜钱，佮拢过七娘妈亭，向前受礼升冠大汉神灵。一个腾卡，这个仪式哈，让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哦，对父母的疼爱哈，更能够孝敬父母啊，对师长更能够听话哈，那会对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哈，会有更大的发展。基金会表示，为着要安尼持续继续延团，本港文教基金会已经连续19年在北港朝天宫举办7夕新年礼加冠仪式，希望透过做16个新年礼，让囡仔知影家己大汉，除了友好爸母，嘛要为家己的行为来负责。以上为您报道。接来咱来讲南投水里，只有一搭吊桥，原来蛙牛塘这里这个典故的名号做竹桥。因为7月初7就到位咯，社区邀请国立交响乐团来公演。唔但安尼哦，咱在座的长辈，佮有群坑国校这学生囡仔，原来参加表演，真浪漫的音乐配合这的景致，互大家来过一个真迷人的7月初7的情人节。优美的旋律是互现场的民众听甲茫茫茫。南投水里的竹桥卡闹热气气，唔但有地方上岸社区的时段，甲群坑各色的小朋友伫现场表演。国立交响乐团也来到这公益演出，要互大家感受到情人节的气氛。我们这边很少有这么高级的、这么有水准的音乐团来这边表演，能够把这些平常可能在这些乡下地方比较听不到的音乐，或者是呢这些比较独特的乐器，能够介绍给台下的每一位，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不管是男女老少，而且能够得到他们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回响，真的让他们很喜欢这些音乐。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已经做到达到我们要这次来的意义。旧历7月初7是传统的情人节，水里上岸社区特别甲国立交响乐团合作，举办浪漫7夕竹桥音乐会，希望会当吸引有情人来竹桥桥顶谈情说爱。本来这只是一个社区型的演出啊，我想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我把它扩大成整个水里乡的音乐会。水里的竹桥总共225公尺长，乡亲会使甲心爱的人做伙来遮，感受罗曼蒂克的气氛，也哪行哪看，甲爱人啊欣赏桥顶美丽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时间已经来到3点44分，拍算等的有观众朋友下班的时阵，一定会顺续买一束玫瑰花炸倒回去。不过今年大台北地区玫瑰花的产量照讲，也无啥天灾地变。供给量甲价钱拢真平真稳，无去起掉。不过花店的业者所讲吼，
甲大往年比较起来，今年买玫瑰花的人减8成有咧。伫情人节送玫瑰花是上拄好，台北市内湖花市真侪店家，拢甲真水又搁大蕊玫瑰花摆出来，毋过煞是无吸引真侪人。买气是一年没有比一年好，对啊，就可能代替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景气也没有，确实没有很好，所以连带的影响那个买气。对玫瑰花100，愈长个品种无同，介绍嘛无同。甲去年同一时间比起来，玫瑰花去年100，大杯是109.7块，今年是127.1块，起伏差不多15%。产量供应甲介绍拢是稳定，按各数业者表示，买人减少8成。当然，销售量的话，比起2月14号那个西洋情人节的话，大概掉了50%，大概掉了50%。那如果比起往年的七夕来讲，大概掉了80%，因为景气的关系。景气影响买气，有机缘即期市府行销做无好，按过台北市花卉公司跳在买花一直有在做宣传。几个军购都有做一个花卉的一个展示，那我们展示内容是以当地的一个情人节的花卉玫瑰花为主，做一个推广。那其实我们本身也有在像是一些走入社区的花卉教学。情人节除了买花，产店嘛是愈来愈多，嘛好买花的人是逐年减少，为了结合创意行销，吸引消费者，是下一摆要继续面对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咱来看台中大理的美群国校。因伫咧学校的走廊加遮顶一角，讲号做读书的角落，安怎样定呢？用柴棒仔定起来，做作甲袂输敢若树仔空呢。囡仔遐囡仔这来遮读书，愈有气氛，当然嘛就愈爱读书咯。柴地板正舒适，2楼阁有一间树屋。囡仔拣一本册，再阁找一个介意的所在，就算是短短下课时间，袂使快乐来看册。这是台中大理美群国小大家启用的阅读角落，伊的所在就伫咧楼梯边仔的开放空间。现在学校只有这个角落，你会常常来吗？对啊，可以让我学习很多知识。为着要推广阅读，互囡仔介意看册，学校规范征收原本无咧使用的空间，用美国儿童文学的作品和冒险记来做主题。伫咧走廊一边色彩阅读平台，另外一边设马车的装置艺术。从创校到现在为止呢，所以它的相关的布置以及摆设都已经比较老旧了哈，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把它打造、改造，新建一座比较新式而且比较特别有创意的阅读角。那希望呢，它可以成为学校一种阅读氛围的延伸。这个所在变作是囡仔上介意的秘密基地。校方表示，未来规划陆续增加阅读角落，休困日摆开放予社区的民众来使用。家长会使带囡仔来这个所在做伙来看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紧来看菲律宾，遮天狗热炭了也是愈来愈严重。今年到这当阵已经有622个人因为这款病症来丧失性命。顶月日政府当局才发布全国警戒。昨个宣布讲，已经认定天狗热是全国性的流行病。We have as part of our data is a 5,100 cases per week. Average yan. So kung i-multiply natin ito sa 52 weeks, posibleng umabot tayo ng mga 260,000 cases. And this is really staggering.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cord number. So that's why this is the compelling reason for why we are declaring a state of national dengue epidemic. 按今年正月到7月20，上无已经有146000几人诊断确定讲是天狗热，比较去年同期间增加要1倍，已经算长622个人的性命。政府当局才宣布讲，全国警戒天狗热尔，昨就通好用地方政府会用典当特殊的救急基金来对抗疫情。世界真出名，也互认定讲真歹拼的这个翻过欧洲的自由脚踏车比赛。出现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性的冠军，互全球脚踏车运动界拢大大着惊。伊是今年才24岁德国选手，本土是儿童癌症的研究员。
镜头内面徛伫咧倒边的这位，就是来自德国的医学院学生，目前担任儿童感情研究员的费欧娜·科比格，伊以10天2点钟48分钟完成欧洲自由车赛的挑战，打败参赛的263位车手，包括其中的40位男性车手。新界头一届参赛的科比格表示，对家己会当赢到这个全世界真有名，而且难度上悬之一的比赛，伊嘛毋敢相信。伊认为家己有机会徛起伫女子组的颁奖台，但是想袂到突然男性的参赛者拢毋是伊的对手。比赛过程当中，伊一直认为家己会当搁较拍拼一寡，困较少淡薄啊，甚至讲伫伊去到布雷斯特青年旅馆压过终点线的时阵，四周边嘛甲10外位好闲的路人见证着伊的胜利。车手7月27对保加利亚出发，距离差不多4000公里远，终点伫法国。依照家己规划的路线，自力更生，并且靠智慧完成挑战。因为赛前规划比赛期间的应变能力拢真重要，赛道选择、体力调节，更加是关键。科比格甲大家所比的，会当讲是自由车骑长途的全能挑战。伊依照规划，逐工骑15至17点钟，成功对抗摄氏37度高温和4度的低温，努力可会当到2公司呐，虽爱判断是要停车休一个，还是继续骑。科比格初6透早7点48分摕到冠军了后，第2名车手一直到迄天的尾暗拢也未骑到终点站。记者综合报道。5天前，网家者有一群幼稚的少年家来遮定根，开始伫咧陪伴经济有较安倒的，也是讲有路无厝遮的人。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永暗10点，要招你同齐来看网家旧城的新生梦。5年前，伫网家有一群少年家用行动串联在地店头，经济弱势者，带人过街去市街买菜学煮食。这个活动的意义，应该是带这个少年人去看到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咱叫伊叫做网家因过街。是因为讲，咱带大家去熟悉头家的时阵，就亲像咱带朋友去因过街的感觉。除了家区的活动，平常时伊嘛透过各种方式陪伴经济弱势者，用社群的支持，互因空间，嘛互因有做梦的勇气。梦想青春吗？但是梦想没有分年轻与否，很简单，就是你可能想要怎么生活这件事，然后想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什么努力。外号合作猴子的目光板工头，伊讲这是一个创造梦想的基地。假使有人的人生无细枝跋到坎卡，希望有人会当甲因接掉咧。大明，你在这边哦。做黑就是用砧板做黑，会使种菜的农耕乡。我要来遮，真正哦是真倒歹的，拢无出门，真正无出门。我做3个月就崩溃啊啦，生存甲陪伴，这是2个轨道。阮的目的是合大家做物件有自信，适度压力是 OK， 不过就是那标准到底在哪里？理想甲现实总是有差，也毋过梦想欠伫遮，人生的滋味、咸甜苦正嘛拢伫遮。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信义乡的本论文化协会，伫咧休热期间拢会办营队，或者囡仔兄囡仔姐伫即个餐庄内底学本论传统的音乐，正推奏出来的节奏，也是口风琴分出来的乐声，体会本论真传统珍贵的音乐文化。伫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文化协会，逐年休热拢会举办营队，带囡仔去选2段3工，伫遐学布农族的传统音乐，要甲传统文化继续传落去，大家拢感觉新鲜佮趣味。我在这里学到了楚音、口簧琴跟童谣。我最喜欢的是一大早起来就到下面做那个马吉鲁嘛。为什么？那个呐喊，要那个看起来的声音比较大声啊，然后这就是以前布农族要那个打猎完要跟那个自己家里人报告的的一个练习。伫欢喜的气氛当中，来参加的囡仔会使用轻松的方式学到特别的布农族乐器，亲像用当地重量无共的土来讲出声，创作音乐，佮有学起来有淡薄困难的传统乐器口风琴，拢会使伫遮接触佮体验。因为口簧琴其实连我们大人去拉也是很困难呐，因为它，像一般人不会的话，口簧琴
也拉不出一个声音。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学习体验我们传统的乐器，像楚音、口簧琴。为着甲原住民文化留落来，布农文化协会用心带参加的囡仔学习传统音乐，佮有体验布农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大家哪算哪学，希望会当伫快乐的气氛当中，甲珍贵文化继续传承生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时来关心各地头详细气温。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海上警报按算下晡5点半发布。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同这个时间再会。